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这日读做角，角啊角第四条。古早大语字典解说角，就是定直的茶，咱讲是角啊。一般扁四角长长铺伫厝顶的茶几，和厝脊中脊平行的树壳，就是圆，也就是牛。啊，若是和厝脊垂直的长形茶几，叫做角，也就是洞。有人讲是角啊，有人讲是鸭啊，有人讲是圆啊角，合做伙就是圆角，也就是起厝的牛甲洞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角啊，是讲一般用来起厝或者是车局用的茶几，有的所在讲是角啊，有的地头讲是鸭啊，或者是角啊皮。第二个词读做角啊竹，意思是讲一款长期型的竹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来到这个森林度假村，体验上界天然的气味。厝是起伫树林内底，还有厝内角啊、圆啊，拢看会到。厝外种真侪角啊竹，互人看得到地，心凉鼻透开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角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